哎呦哎呦，嗨呀啦嗨呀啦！啊是安怎啦？就是顶礼拜投稿迄个阿文啊，阿文是安怎？报出了后才知影讲阿文是查某囡仔呢。啥物？哎哟，安尼真正对阿文是足歹势呢。对啊，而且听讲伊批内底的主角啊，伊妈妈即礼拜有写批来呢。敢会是写批来甲咱妈？毋知影呢，毋过真正是足歹势的。阿文失礼啦。随忙惊嘛是爱开始啦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起大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抑佫有甲观众朋友写的批用台语念出来。第一张批是台南的小杯写来，互我上亲爱的毛毛。毛毛，我是小杯，平常时拢是互你遐尔的辛苦甲阮照顾，所以我想要借这种特殊的方式来向你表达阮感谢的心意。自细汉到大汉，你总是遮尔用心甲阮照顾。会记你细汉时，你逐工拢会传营养佮好食的早顿，礼拜就骑脚踏车，带阮去公园行行踅踅咧。也是伫我困袂去的时阵，甲我的脚车片搭搭咧，互我较好困。大汉了的阮，有因为做工课爱离开厝的，嘛有因为读册离开厝的。阮拢因为家己的理想来离开厝，甲你斗阵的时间嘛渐渐减少。毋过，逐摆转去，拢会当感受到你对阮的思念，甚至佫会互阮点菜，互阮会当久久啊食到一家你亲手做的好滋味。阮渐渐大汉，共时间白头鬃嘛豆豆爬去你的头壳顶啊。希望伫以后的日子，你也是会当像阮细汉时共款，快乐的啉咖啡，轻松甲阮开讲。也希望你一直保持健康。互未来的阮会当煮一顿全世界上好食的菜互你。哇，这个听众真趣味呢。你讲的敢是名？对啊，听讲迄是因为海音的关系啊，所以才叫咱讲一定爱念华语。对啊，像即种的，就算是因家己的小秘密。嘿啊，佮妈妈就若像是朋友共款的哦，有够好。敢讲你甲恁母毋是安尼？毋是啊，我甲伊佫较无大无细，就拿你骂囡仔哩。你哦，一定定定伊生气吼。无啦，讲耍笑的啦。好啦，继续来念批。第二张批是桃园的阿豪要写互因太太的批。亲爱的叶小姐，已经真久无人安尼甲你叫啊，因为大家即马拢叫你陈太太。好佳在咱后生旧年就出世啊，若无即马疫情安尼，搁爱走病院，我想你一定会足烦恼的。我知影自从头一胎囡仔心脏无得跳的迄天开始，你就一直感觉讲家己倒位无做好，倒位爱搁加强，互我看甲是足毋甘的。嘛好佳在，咱第二摆就成功啊！安尼你互你家己的压力，我想会当减轻淡薄啊。但是即马爱合适做一个妈妈，我感觉也是有一定的压力。朋友拢讲我顾你吼，就若像是咧顾囡仔共款，讲我毋敢互你家己骑车载你上下班。迄是因为我知影，你骑车的时阵拢无专心，常常拢咧看路边。若互你家己上下班，毋知影我会偌烦恼，所以我家己载较过去。佮讲我三顿家己顾条条，若家己当作囡仔，袂晓家己食饭。迄是因为你着真正拿囡仔，若无家己顾条条，你毋是因为办大出门就无爱食饭，若无就是凊彩食一寡方便的物件。抑佫无就是食一寡你爱食但是无啥营养的物件。小编啊，你甲我听看卖，我安尼顾条条敢无道理？总讲一句啊，我娶某是要娶转来疼惜的，做啥我拢甘愿。咱的囡仔即马才大大只，无法度来表达对你的感谢，所以我感觉我爱写这张批来甲你说多谢。多谢你甲我的妈妈当作是你家己的妈妈来对待，多谢你来做我的牵的。嘛，多谢你是阮后生的妈妈，多谢你互我遮尔幸福的日子，我爱你。袂录啊啦！你想搁安怎啦？你看卖，伫遐长干蜜甜，搁叫咱家评理。哦，迄妹，我拢去家母批啊！真正是别人的翁拢袂互咱失望啦。讲啊，袂输你已经嫁翁啊咧。若无安尼，咱敢会使来报职业灾害？啥物灾害？目睭甲耳仔去互别攻击啊，听无啊啦！哦，我真正是互你拍败。等
等下迄张就是阿文的妈妈写的批呢。哎，你莫紧张啦。我袂紧张啦，因为是你爱念的啊。好啦，我念。第3张批是阿文的妈妈台北阿丹要写互阿母的批。阿母，你年纪渐渐有啊，身体嘛愈来愈无好，这是因为身体机能退化，毋是阮做事势不好，阮会当做就是尽一个做人事势应该尽的责任。我常常甲家己讲，袂使互你的情绪牵你走，因为你有真深的传统包袱，感觉做人的事势应该爱安怎？阮若做袂到，也是做无够齐全，你拢认为阮不好，安尼罪恶伤重，阮排袂起嘛伤辛苦，毋敢敲电话，毋敢家己讲话，是因为只要无顺你的意，你讲的话语拢是充满负面的，甲阮伤害嘛伤害你家己。我甲家己讲，袂使生气，袂使闪避，毋过真困难。你老啊，就歹去改变，安尼阮来改，互你念，阮莫闪；互你哭，阮莫应。无法度闪避，就找别项代志来改变家己的想法。阮发现你有足侪无需要的烦恼，衫裤爱摕出去晒日头，啊，咱是住高雄呢。阿爸的脚无力，毋爱讲话，食少。医生讲这是老人失智症的症头啊！你定定家己惊家己，外口落雨惊会漏水，地动惊厝会倒。阮做事势，只要你会使甲心放互开，好好啊生活，安尼阮就足欢喜啊！佮安怎讲，你拢是我上爱的阿母，爱你的阿丹。哇，足感动人的呢！对啊，要当念真正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。敢讲是爱做人爸母了后才会当体会的。可能是哦。毋过哦，嘛爱好好甲阿丹说多谢讲。毋是会死的哦，咱甲查某囝5岁做是后生呢。阿丹伊伫迄批后壁写讲无要紧啦。哦，安尼就好。另外吼，我看批才知影讲啊，阿丹是本土语的教师。真是哦。对啊，顶2礼拜迄武仑国中投稿的囡仔，原来就是伊的学生啦。是哦，安尼多谢老师对阮节目的支持，嘛希望透过投稿会当互囡仔加练习写台文。无的确囡仔写袂出来，感觉足痛苦的咧。你嘛有白讲，母亲节敢毋是细汉就会写着的题目？无啦，我讲算笑的啦，相信大家一定足紧就写好啊。你当作大家甲伊共款拖拖刷刷哦？我看差不多爱收尾啊哦。你哦，好啦，紧来收尾。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有声音的配饰，做伙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，多谢大家努力。第一张批是台南的小贝写来的，互我上亲爱的毛毛。毛毛，我是小贝。毛毛，安那啦？你是伤久无讲话，你安怎关你厝无咧讲话吼？我要想讲话啦。无你打电话我啊。观众朋友啊，我们开放 call out 啊！第一张批是台南的毛毛写来的。你是小贝要写毛毛，该毛毛写的。哦，你是无想要上班？你甲我讲话是要回家对吧？观众朋友啊，这一波要录啊！第一张批是台南的毛毛。你是要毛几届？毛毛新老母 ，OK？ 气笑，我气笑。阿母，你年纪渐渐有啊，身体嘛愈来愈无好。就是啊，我无出声。那个阿母，你敢有听到？阮会当做，就是尽做人事势应该尽的责任。你的责任莫啊心哦，你这无责任的啦，责任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
是啊，要讲啥？你连这逐礼拜，你连这逐礼拜